Hello，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榮瑤。今日呢，我諗住拍一段挑戰片。我今日嘅挑戰原因就係因為呢，我覺得呢個地方實在太多設施，好無聊，諗唔到有咩新嘅目標可以做。所以當我覺得好無聊嘅時候，我就決定要俾自己一啲新嘅挑戰。今日講下我新嘅挑戰係咩嘅先。今次我嘅挑戰呢，我就諗住將自己流放到一個很遠嘅地方，然後重新喺嗰度建立自己嘅裝備。我嘅目標就係建立一套鑽石裝或者一套玉水裝，之後再睇下點樣返嚟呢度。總之就實有辦法可以返到嚟嘅。就係咁樣。好，既然我哋要流放自己好遠嘅地方，咁我哋先將我哋嘅裝備，等先，係我嘅裝備而家都接近，唔係接近，係我個頭盔差唔多要爛，所以我收完裝備之後，我再將我嘅裝備放喺一個位置度，之後我再，好，等我一啲時間。好嘅，各位，喺短片開始之前呢，我想請大家一齊去欣賞一下我哋嘅伺服器先。我今日主要想介紹一下我哋伺服器新嘅建築，因為我最近我唔記得咗我有冇講過上一集，就對之前我就幹咗好耐啦，同另一位玩家喺度起咗一個建築、兩個建築、三個建築，係全部都係俾觀眾嘅，嗰度仲有其餘3間，然後我仲起咗呢個遙望塔，呢棟係呢棟非常之美麗嘅建築。仲有呢，我哋最近翻新咗我哋伺服器嘅倉庫，我哋而家倉庫長呢個樣子，給大家看一看。嗰個內飾係點講呢？比之前嘅倉庫美麗很多。係，其實係我冇嘢講，揾啲嘢嚟講下啫。係，各位觀眾，我啱啱發現一樣嘢，原來我呢件裝備唔記得咗附魔經驗修補。好啦，算啦，既然我哋忘記附魔的話啦，等我們玩完之後再附魔吧。好的，我們現在找一個空的箱子。全沒影相 OK 啦。係，因為呢套嘢唔記得咗附經驗修補。好的，我哋將我哋全部裝備脫落嚟先，之後全部放落嚟呢度，呢啲放落嚟，全部放落。將我哋全身所有裝備都放落我哋嘅沒影箱度。好了，各位，然後我們現在要準備將我哋而家全身裝備已經清好咗啦。好，各位，然後我們就要撳呢個，然後我哋有一個隨機傳送嘅按鈕，之後我哋就要等待系統將我哋傳送去一個奇怪嘅地方度。好的，目前我們人已經被呢個系統傳送咗去一個奇怪嘅地方度。好的，所以我們今天嘅目標就是要在這個地方開始生存，重新生存。好，首先我哋而家喺一個冰原裏面，所以我建議我哋要走出冰原先。好啦，我哋第一步已經完成，我哋成功走出冰原。好的，走出冰原之後，好的，我哋第二步是要嘗試揾到村莊，我哋第二步目標要，我哋揾到村莊先，我哋要首先，裝備，至於可能有啲觀眾問點解我哋唔整裝備先，因為係揾到村莊先算啦。各位，我而家行下發現我哋而家最大問題原來係食物嘅問題。我覺得我哋而家應該要先找到食物。我而家得返幾格內9度啦，我係咪唔應該再跑呢？
至於呢個就真係唔知點講啦。等一下，為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覺得這個飢餓值消耗得這麼快？我認為我們應該打隻僵屍去拿一下腐肉來吃好了。喂，等一下，我快死啦！走，趕快走！真的，怎麼辦？我哋流放嘅第一步已經出咗事啦，所以大家知道我嘅生存技能係有幾差，而且我覺得我哋今次隨機傳送畜生嘅地形係有夠差㗎。666，各位666，好吧。既然如此的話，我真的沒辦法了。我想說怎麼那麼好吧，我重新再隨機傳送一下。我哋第一步就已經出咗事啦，我覺得。我們挖一塊土，做回我哋嘅傳送裝置。然後我覺得我哋主要為什麼我們會生存不了呢？主要嘅原因就係我哋傳送過去嘅時候係晚上，好吧？那麼既然如此的話，我們先去睡個覺。等一下各位，我而家隨機傳送佢係咪？佢傳送咗我去一個海上面啊？唔係，呢度前面一個小島冇事，找到一隻羊，打一隻羊，耶！好的，做出一張床，搞掂，我哋第一張床已經完成啦。好了，我們基本工具同床都已經有啦，咁我哋第二步就係要去揾村莊。但係以我所知，呢種地形應該係唔會有村莊存在，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要先揾到平原。好，採集一啲食物中途。我覺得我而家就好似喺度玩緊一個新嘅生存世界一樣。所以到底邊度係平原啊？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應該做個熔爐啊？做個熔爐好啊！好的，我們去挖點煤炭吧。好了，找到鐵了，挖一下鐵。我剛才在挖煤炭的途中，竟然煤炭裡面藏着一些鐵，這概率不知道是不是高啊？但係看起來應該很高，所以如果觀眾覺得呢個概率幾高嘅話，就按下訂閱；如果覺得唔高嘅話，就按讚。好的。這座山的礦資源為什麼好像很豐富的樣子？這邊大家看，依邊呢度一路連過去都係呢座山，而且有非常之多鐵。我哋暫時應該唔會驚鐵唔夠啦。好吧，我們就燒一下鐵，然後繼續挖鐵。我想講呢，呢座山到底係咪用鐵做嘅？點解咁多鐵嘅？Oh my god！哦，呢度又有鐵啦，耶！好了，我們而家全裝嘅鐵已經做好啦。好了，我們現在下一個目標是要找村莊，耶！各位，你哋見唔見到嗰度有一個綠色嘅嘢係咩啊？係綠寶石礦啊！竟然揾到綠寶石礦，真是太稀有了。各位，我又在這邊發現一顆綠寶石了。哇！竟然是2顆綠寶石，竟然是
3火6寶石。Oh my god！竟然3連埋一齊喎，實在太稀有了。對了，我們剛才不是說要找村莊嗎？我哋應該差唔多畫好鐵啦。好，畫好鐵之後，好，出發去揾村莊。但係村莊似乎唔會出現喺呢個地形上面，我覺得應該睇下邊個地形比較適合我哋去行。我剛剛找到一個地形，看起來幾適合去找村莊。不過現在晚上了，要睡覺。其實我想講呢，呢度係咪某一啲嘅礦物聚集地呢？點解嗱嗰邊係我頭先挖礦物嘅嗰座山，然後呢邊有一座山，然後而且呢度仲有更多嘅鐵礦。Oh my god！咁我到底我有足夠嘅鐵啦，咁我係應該挖定唔挖呢？不過呢個係長期生存伺服器，所以我都係挖啦。各位觀眾如果都想入嚟呢個伺服器陪我玩嘅話，都歡迎喺留言區嗰度話畀我聽，我會等先爆稿。咁如果各位呢都想同我喺個伺服器上面玩嘅話，都歡迎各位喺留言區度話畀我聽，我會附上連結畀大家去登入我哋嘅伺服器去玩。仲有我哋嘅伺服器嘅群組，都會放喺下方連結。唔係下方連結，下方留言區。各位觀眾，可唔可以救下我啊？因為我唔想再見到鐵礦啦，因為我見到鐵礦我又忍唔住想挖。好啦，我決定我要諗辦法離開呢笪地方啦。再挖礦嘅話，片都唔使拍啦。我哋呢段片原本話諗住流放我去一個好遠嘅地方，之後重新生存。之後點知突然變咗一個挖礦嘅一集。等下先，我哋要趕快離開呢個地方去揾村莊。村莊，好吧，我們現在就往那邊前進吧。其實我都不知道哪裏會有村莊，或者我哋再隨機傳送一次，睇下會唔會去到一個比較好嘅地形。因為認真，我覺得呢個地形應該唔會有村莊。算啦。我覺得我將呢個坐標記落嚟好啦，睇下先，呢個坐標，好的，我哋下次再睇呢段片就可以知道我哋對上一次挖礦係幾時。等先，我講錯嘢，唔係對上一次挖礦係幾時，係記得個坐標。講到語無倫次添。我揾到一個地形，呢個地形看起來會有村莊，我認為看起來。這個地形看起來應該會有村莊，我哋走過去睇下。我突然間走下，竟然看到這個是什麼？掠奪者前哨站。好的，我哋過去看一看有什麼物資先。好的。我認真的，我很怕我會打不過來。好的，我們繞後門走，走啊，跑啊，把他殺了。OK，好驚添。OK，應該冇問題。OK，先把他們給殺了。等一下，我傳個復活點先。我想說，我 PVP 不是很強啦。等下，我打不過。我等一下，死！怎麼辦啊？哎呀！哇！掉咗旗幟。我說啊，我打不過啊！大家知道 PVP 有多弱？唔係大家知道，係本身我自己知道。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？可能你哋係新觀眾冇睇我之前嘅片。
係，之前嘅片就係一直死。好，下面係木頭。看一下，這邊有個經驗瓶，之後有一些乾草菌，之後還有一些好的。等下，我是不是應該睡個覺啊？等一下，睡個覺先。好的，然後再把裝備重整一下。好的，好，很棒。然後先下去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哋是不是沒有血量啊？我唔沒血了，怎麼辦？有沒有食物？唉，怎麼辦？沒食物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等一下，我們衝出，別回頭，衝出，別回頭，別回頭。別回頭。好的，沒事。然後我們在這邊斬一些雞吃。這邊有雞啊！得，哇！你殺，嚇死，做咩行咗過嚟啊？等一下，吃一隻雞肉。然後我們往這邊走一走，看有沒有什麼。我們是不是找食物吃啊？應該。這邊啊，這邊有雞肉。我等先，中咗毒添。OK，我哋有羊肉食。喂，誰啦？哎呀，怎麼你跟過來了？唉，等一下。他怎麼跟過來了？這麼神奇嗎？為什麼你要跟過來？我想說，哇，等先，哇，個前哨站喺嗰度，佢由嗰度跟到嚟呢度，走，趕快走，別停留，趕快離開他的視線啊！為什麼這麼跟我啊？等先，沒有跟我了吧？等一下。我冇血啊，大佬。算了，反正又不是極限世界。好的，重新點設置。好的。死了，那麼不重要。我們去把他徒手宰了。佢應該沒多少血吧？對，他沒有多少血。好的，搞定，把裝備撿回來。好的，各位，現在我重整了一下，我哋今次呢場戰爭獲得咗個不長，其次一個經驗瓶，還有一個這是什麼啊？等一下，誰打過來？不要煩我。好的，就這個不祥之瓶可以拿來做掠奪者農場之後，但係現在最大問題係我哋要怎麼走到村莊啊？真是的，除咗頭先嗰度獲得咗好多礦物之外，一個村莊都揾唔到。好的，所以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。我哋下集嘅目標就係找到村莊。或者我會自己私底下再去自己尋找下有冇村莊。好，多謝大家嘅收看，我哋下次再見，記得訂閱同按讚我嘅頻道。如果覺得我頭先非常之驚險嘅話，多謝各位嘅收看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